想開始炒加密貨幣期貨？第一步，梗係要有個好平台。MEXC 依家用我專屬邀請碼註冊，即享有20%手續費減免，慳又穩陣。註冊好就可以入錢，非常簡單，支援多種入金方式，好快就搞掂。記得用小金額開始，試熟晒先正式落場。炒幣最緊要控制風險。開倉之前，記住善用 Cross 定 Isolated 模式。如果想最大限度減低損失，建議用 Isolated 模式，咁就算盤路無順都唔會爆晒成個倉。再嚟，落單前要設定好止蝕單 Stop Loss， 千祈唔好心存僥倖，指令要打得清清楚楚，咁樣先可以有效控制虧損。諗緊有冇人真係做到？ MEXC 有用戶靠正確風控設置，3小時多啲已經賺咗4萬幾美金利潤。風險管理做得好，回報自然有機會大大提升。最後記住 ，MEXC 仲有高達1萬美金新手禮包，開戶即有。入場門檻低，玩期貨更安全。快啲用落下面連結試下啦！